嘉靖皇帝山东年年，张王与大家想不到你送层层跃动，金楼地上不了张王与汤武铁，但是太守来打少文我狼狈为奸也来商量我来结果男人，你送要进宫偷一个虚人，皇帝阿拉郎发了郎，皇帝拉不进，咁么那三子问三兵真的，三兵为啥各丫头和御呀？身份为是地位高，有一点点不适宜，有点伤风在我们张高兴来我不来让，当皇帝打个招呼不爱的。皇帝拉不进，同时要进人。三子问了了，他是皇帝分了了，嘿嘿，那是方便在。那皇帝分了郎手，那个三子问分了了，帮出出去着，追一龙出去着，还在那南京不进，才是你的势力。可是动起手来方便。啥问我，你是为先回州去，你送马正后宫过来。大乾清宫门口，关着他给起追杀，我要计价。他给关着里外头等一等，到里向切奏娘娘千岁。好罪，严嵩要见驾呢。哦，是张王爷。太帝下来，随受朕给大家听过。连啥个？那你送作兴新不喜，还是要到内宫来偷一偷虚人？吓得里下我统统不知是人，雄于人作。你来呀、你今朝来嘛？我倒要打你对法，到底是哪里来？还是我结棍？乃是我备在。受拉为前进宫计价。临日他给打出来，但是这个他给乾清宫登柜打出来一个口冲，杀！万岁有旨，严嵩见见啦！啊，这个倪松一听，哼哼，哎呀！皇帝来浪问，阿别去部里来了，进去吧。大营一上领旨，撩袍斗带，打进来一口，戳那个眉头，一晚上里，一晚你看个，该嘎子个面孔打上来，老臣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张王爷自家喊，三哥，金楼的老事体从文发生过这个，送上大圣谢嘻嘻。哟，老为卿，快禀身。你送弄不懂呀，这帮有样功夫都好干啊！刚刚金楼的老事体三个分发生过这个，那么自家张面孔倒还是有点尴尬。都是娘娘千岁啊，老为卿。快赐手！洗手了。老为卿，神才，非小进得深宫内有，如何怪改？来莫低改也不能讲改啊！娘娘千岁，怎样？老臣今天之上，分得万岁深有贵呀，心中不安呐。各位退朝之后，非赶归家，匆忙到的内宫来探访万岁呀！哦，来亲啊，你得为了毛病啊！你到底忠良，不愧为皇帝的先生，你皇帝是汉。应当。来亲啊，你是不晓得。那我金楼地浪下不能讲皇帝毛病送哦，送得来人好里有的啊，人都要不是。非一人得个只有我真公一个字，已经有几个人吵打里下不离三刻个呀，
嘿，那么你今朝来没来得准哈？哦，你是李先生，你是多聪内改，做进科技之内了，一考毛病好，还讲了海改。而且我还晓得你俩统一的，还有啥内大理想，其他皇帝真正嘛？你去看看你啥个毛病，毛病可好，我从容遇上。不过赖爱卿啊，我说出来啊，哪了？已经有几个人把皇帝杀脱个贼。可万一你进去皇帝他不认得呢，还做刺卡奴呢，做来杀人，把一个人举得了那个。赖爱卿啊，我们事体在讲清啥子？进去了不进去嘛，随便你。这西瓜可几买错卡的呀？该来我地代价我理我了呀！哎呀，进去，听上去怕死个呢，不进去嘛，信不信？那好不进去，我要想做皇帝们今朝硬上要上一级。娘娘千岁，老爱卿，老臣还是道德里边探访万岁。真公主你对晓得你信不信？但最后一共是半夜去偷病，哈！我里向已经一切事宜，让你进去。哟。老爱卿，你真正道德里边可要当心了。要是快听这个上当心了，总归后马伶仃的。进去，破啥用不着这个破，啥天自家地位万岁。过了，大明日立法龙不邪国，我没杀人的，顶多用尽天了，吓啥人的？讲没讲用尽天了？皇帝糊涂了还到天那里啊？毛病好子，哎呀想了呀，我先生呢？那天那里，那我进天那个，那时间长时间短时间放时间又来忙呢，你糊涂的辰光努力当是天那个，放你出来，这个辰光放出来一样的，非得放出来，外加还赔偿我精神损失了。进去，你说，把一料打进来。已经吓人，吓地上，上面不得。皇帝的寝室里向，不个谁认得个？皇宫里向一等一个高手，加上过好了，像你什么丢人？有种老子个枪当藏好。哎呦，你哪个中上面啊？别去过来。往笼上了一看，来了，那是来了。上面是皇帝上儿子，虽然长子下来了，上来一个人一看就是皇帝。长子下来还看得出来，皇帝的长子靠近，这个长子谁是不干，透气。这个洞洞呢大小还有讲究，你讲洞洞呢大不大，讲小不小，时巧正好，啥个差称随着门子捉不住，所以蛮透明的，一看就是皇帝谁讲？皇帝来了么上子们啊，来了新西吧，我来去诊诊马看，有啥毛病帮我看好，容量的洞地也好个。你送过来，张子郎想，要做刺客军民哪不灵？旁边的声音来了，上，加上拔出来么？你送这个一下，吓得那哈血压升高，面孔发青，吓得来浑身发抖，家里发恶，裤裆里吓得少女女。对真这两个侍卫，我讲不出呀。这两个侍卫做工也好，啥带这个女送，直播花花啥的叫你出去。女送想对，我得了老做戏啊，啥地跑，把周身体当勾出来，导致外头就塌的呀，嘴巴。娘娘千岁，
老爱卿，老臣告退了。哎呦，可怜密室偷食，有一个米大学学姐的嘞，写得哈出来也难不的。哟，老爱卿，既如是此，早些为否歇息去啊？老臣告退，告退了啊！你送到外头上轿子，回到屋里，先身浪向去问问个人，问个人回到书房间，上问我你是不是等了了？上问我开口机啊，进宫去过来，皇帝阿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命啊半条吓脱，谁讲啥？谁讲都啊？鸡啊！那个意思是讲，皇帝的面孔呢，温口清爽。我看那个死特要么，大把出来的人，我看了。哎呀，鸡呀！那温口清爽，那哪晓得皇帝阿来了，分来了？我一到对个呀。要么谁讲？我再去头一趟，我不来个鸡呀！你哪再去？现在你再去，那么真空白面孔的，龙不香，皇帝身体不好了还，你做戏呀？不来过，问我根本拿龙法嘛？要么2岁准备，一个当年皇帝拉北京，第二个当年皇帝出去。北京按兵不动，当里出去呢，你路上派人去行刺。最近我迷上一个横卡，此人姓工厂长，对面一个冲，好本事，轻功好得一混，手用暗器，别人不离个腰，三顾当年莫奈何。哪里去？大地家将。路浪向去看，碰上皇帝上子坟，抽脱了一刀，还出来8个姓你北京马上弄水，一样成功。你想听听有道理啊？蛮好。那么少文我搞不难的，一方面搞不了少文我们，少文我马上我张冲叫得来。张冲啊，是讲啥是讲对，你该10个本事好的家庭，跟你吧，你碰上皇帝，碰上上子坟，走脱里头，事体成功，我既要做皇帝，我是国老，乃是开国大元帅。张冲一听方面知道呀，什么的？开国大元帅啊呀，高兴的跳起来，蛮好，我来去，慢慢讲。上子文跟皇帝出去啊，那第一个要先上子文。皇帝作兴坐了车子里向，不一定会骑马。上子文包家里一定骑马的。你叫他看，上子文上个身份王爷，你这个王爷举千岁安乐王，你这个当辈打100个王爷不一样。100个王爷七龙冠。上子文也是七龙冠，你看顶帽子，头上7条龙两样的。100王爷头上7条龙，龙珠不比的。上子文举千岁安乐王，里头上7条龙，龙珠不长的。非得龙珠不长，每条龙的龙珠玻里向厚好一粒珠，开口七龙冠，你叫他发言，头打开口七龙冠。上子文，菲尔达里名枪叫做上高独门枪，狠得一混，欧贼商人趁其不备，走脱里，旁边的人全部杀光，口浪的打出来。为什么？张冲答应盖好10个本事好的家将，加上打好动地斗争，大家一骑马上马背，猛震山东大龙。你是讲一路出来那少问我啊？你门开进，你裤子上条筋。但张冲那就介绍啥？你胡说天造啊！介绍头上开口七龙冠，
上子文出去扶上打扮，不是王爷服侍。来到张冲介绍，应当哪介绍？那上子文几个耍个魔，用个耍个兵器啊！扶个朋友来到你讲，搿个么子一讲脑子里向印象深刻。路浪是会欣赏，来到你讲的帽子画笔。张冲大治10个人，一共11个。离开北京芒镇山东道上行过来，昂行上的，一个牡丹上来，张冲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朋友上一马上一马，马相好，胯下龙驹宝马，手里向一杆铁枪，威风凛凛。啊，为啥子问？看看身上打扮不对，服装打扮啊，服装打扮不对个，一个王爷一个服装错得远了，不对个。马门一去，狗子去，狗子3日天，不对，没呀。按照你搿种速度，绝对应当跟上。围住了，擦肩而过，也分认出来。那么分认出来，回到北京旁地上文化，严嵩是吃了旁边，一听么严嵩张面孔马上爬上，这样子，下次分扎是录个样。哎呀，这个消息不能外头人得上为了得了，满门抄斩，致命巨作啊！严嵩张面孔尴尬，上文我叫我拎得清，一家苗头笑嘻嘻，欺负老大人呐！这桩事情，这个就交给文娃了啊！严嵩点点头，上文我能够脱不了难。上文我马上回招，把罪，啥天功劳不可了，终于啊，把罪。最18号，邵文武亲自作伴，邵文武心腹邵伟最后只好上来见罪。打邵文武打他一杯。啥天邵伟出来又讲句，离水里不罪恶与民党，啥个罪恶有样罪恶。当年邵文武打好上头地理之上，啪！轻一击，里向有个袋，哈啦一走。啥天先打邵文武打，邵文武打出来个人，上牛，哈啦一走过去，这个里向红大龙，啥个红叶，我顶红，都太有办了。打邵文武先打，最后清爽的打出来，上牛。先打我顶红，再打上牛马不来噻，最后指浪向有3乱不个。那么把打11个人么子，每人打他一杯。搿点最打好，邵文我打杯子拿起来对邵伟看看，俺弄错，弄错吃下去要死个。邵伟笑笑，多点不会弄错啊，来。干了！邵文武一应而行，这一把嘴里打出来，大家分疑心的呀！蛮好，上头娘顾着大家go，不晓得11个人吃下去的，侪是我顶红的。这个拉锯下去，哇哇的出来，没叫辰光。现在讲起来，总大概6-7分钟。啥面孔才难看的。啥的肚皮痛的，没叫我辰光，一个别来的，巴拉拉拐下来。张冲本事好，也没用的。这个拉锯下去，还觉得不对，一个在倒下去，我自家受不了，把他拐下去。11个人统统中毒身亡。那么关长，你相夫为何有叫个头长他？所以你相夫不吃个，花开得好的结婚，啥天下头个灵位做不过，
死人也是样子。皇帝的人呢，瞧着还是不敢动手。其实皇帝啊，虽然皇帝那张王与代驾的同时，陪宫们、王方、皇帝一儿三个人出去了，锁门锁楼。王方说的呀，临时到上王府，王爷楼上要用的么子全部都进在。上车子，车门打开，皇帝升上去，举钟。上水里一儿，下水里王方。车子上手停门关好，只听见啪一个响鞭，一记马，一辆车子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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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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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。我希望山东去接娘亲，新娘亲，新真人，我要西夏人相信。三娘亲，荣华富贵，好成人心。
生死哎，定能谁有心？有动人定爱否是须在内，俱非水。叔叔八零言，举出东军，侬哈发心。一帮万方啊，一人爱心。媚娘娘，一针水有深，更后花，他在空门，不够等，谁空谁难，都为民恩救。此非是天子希望，没转去，人间美妃是公门，媚娘娘。你是口心给来，好像是用瓦落，宋金玉，我也好生死去，这手心深。一帮王爷，一路把家去，一路之啊，哎。当心这一大没家村，眼睛一上过来，梅家庄已经到场。梅家庄先然后当天分心记录为一周，新兴澳门去到了。上王爷开始马匹，小尉车子定稳。王爷抢舟之地上插一插火毛，匠人抢钩之上打一打，小尉跳下来，车门打开。王放心下来，我皇帝踩下来，我一儿一手踩下来。皇帝得知挨打梅家庄，这是李祖基的深厚心。为啥？这个是搿浪向的泥土香，特别的亲切。搿个味道熟悉啊！小辰光睡了一只大根。咁大概是人嘛，心里哪个朋友瞎三话事？啥为泥土香、来泥香味道个？香酥厂关门人，身上踏点来泥子。
泥土乡的确有。那个啥，每一堂上课与每一堂上课的起密的，是来西奇，到市场里向来去，一样的。把到市场里每一只市场与每一只市场的起密的，从一个老房子大家侪熟悉的，老房子呢跑进去，还有老房子的起密的，是这样的。老房子的起密，其实比现在新公房好。新公房每人一家，关门关上，隔壁人家人也不认得，从前老房子也开心了。今朝隔壁烧红烧肉，我想得来，隔壁红烧肉，哦哟，搿面人家拿烧鸡汤的，搿个味道侪闻得着个。当然，现在烧鸡汤闻不出，啥体现在个鸡不大有鸡味道，侪是饲料腌出来的。到再到皇帝陪过亲戚。但是亲戚都一些些，啪，眼梢拐过来一口，皇帝倒是眼里会得含了眼汤里。为啥？显现二娘睡辣搿个里向，哈，上头块边，切，哭起来个哭起来，已经得脱不少。外头皇上头相衣侪剥落在，门浪向的御妾白白波波，心里想难过啊！娘啊，你那个种土气都说啥话？我皇宫里向王金拉皮，天差地别啊！关照医生，玉梅，王兄。叔叔上前开门。是一儿眼睛打打门去，继续帮门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其实呢，分爬门里向听见了，啥体声音那么一辆马车8匹马加王爷1匹马9匹马。9匹马到挨到神仙庵门口，马要接个呀。你啥体不接？第二，我不接的。平平爸爸侪是我叫下水特生力的，叫下水叫吧，下水不肯叫。啥体讲此马叫出来不好听个？那么你不叫嘛，我也不叫。但是事实浪向马是叫的，里向才听见。外头闹忙的嘞，啥个路的哈？本身那紧张，邢妈妈关着个小尼姑拿去嘎嘎苗头看。现在门浪向梆梆梆梆梆梆，小尼姑脚手起嘎，门开。阿弥陀佛，师傅，还有啥怪口？耶，那不认得我这叫？哦，下头点特在。哟，师傅，我说一儿呀。认出来着，一儿是个来过个。咦？今朝你那带来自家的人，要问我不要问，我也问不清爽。砰！门一关，咣一手，妖精奔到里向旁头秦布布，一上一肚一缸门，老太赶紧喝话来。一儿啊，你心啥开心了呢？那个里向当家啥人？当家他有，你打人来，你拿打人来呢？这个里向事体传把我来，江山要发报的。老太这个节头时啊，妖精当当当赶出来，各手起嘎，门开，可见个一儿奔上来是马山门。一儿姑娘，哟，邢宝宝，那哪能人呢？怎样？理想事体那谁晓得？哪能大治理那点人？邢宝宝，血压动怒，你快开呀！后人来了，你快开呀！讲口嘛，说明我认得个了。哎呦！一个富商当官，上一码土一码，像3块旁门板。旁边个车夫，还结棍啊，毛2块旁门板得来。白玉，一个读书相公，咱面孔熟得来，面熟嘛啥等样人吃不成。白玉还有个身浪像中国当官，年纪蛮大只，那是年纪蛮大，面孔上追问家官。哪个朋友没胡子的呢？
再仔细一认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当啥人？笑出了王法哇！哦哟，王法想不落，侬自家一把年纪，自家的嘴蚊子，为了见我写出来了。哎呦，亲妈妈，咱家已经不是小鬼，咱家变老鬼喽！哎呀，那我眼睛里看起来呢，总怪笑出了嘛。有是啊是啊，亲妈妈，你可知道，咱们万岁爷来了，万岁呀！我怪不得你说嘛啥，这张面孔像美妃还是像西王？啊，慌不慌？没啥好慌出来。啥的？皇帝啊！你娘们看见呢，我先看见呢，我去3个呀。搭上来，毕恭毕敬。我往凡山拉上台，我再去我往凡山客台请儿子。皇帝一看，显得是居民恩公上来着，眼睛大上几步，哟，新宝宝，快快变身！让他头里向一问的了，皇帝叫我啥布布，我比王布布在，这下子我往凡山在。新宝宝，哎，王家某位康在里边。想不到皇帝的该当来人娘家，好皇帝啊！宝宝，那个娘谁了？你想呀？哟，想为宝宝通禀一声，虽是我不孝的孩儿，当神阳来了。你皇帝的身份够得来，人娘为叫不孝啊！你孝得不得了了，道理像禀报那么要恶当人娘，门着记说。